糖尿上眼可截盲，及早治療有得救。今日嘅嘉賓分別係眼科專科黃禮文醫生、註冊運動營養學家歐倩怡 Cindy 嘅。你哋好。繼續同阿黃醫生傾下偈先。上半部嘅時候咧，我哋講有隻針劑啦，應該有好多人咧都會理解佢其實就有個名嘅叫黃斑針啊嘛，係咪啊？可唔可以同我哋講多啲啊？好啊，黃斑針咧個學名係血管內皮細胞成長因子抑制劑。咁呢一隻藥咧，其實係好有效嘅治療嘅，對於尤其是糖尿病上眼或者其他嘅黃斑病變啦。因為咧，我哋譬如喺增生性視網膜病變同埋糖尿病黃斑水腫咧，佢都係因為一啲叫 VEGF，即係血管內皮細胞成長因子增多咗咁而引致嘅。點解佢會增多咧？係因為啲血管俾啲血糖整差咗，所以咧佢就會容易滲漏啊，同埋缺氧啊咁樣。缺氧嘅時候就會出現咗呢啲因子啦。呢啲因子就會令到血管嘅增生出現頭先講嘅增生性病變啦，或者去令到個黃斑啲血管滲漏水腫，就係黃斑水腫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啲針劑呢啲黃斑針咧就係打咗入去，可以有效咁治療過呢啲情況嘅。咁可以抑制咗之後，去防止佢視力損失，同埋去增加視力添㗎。不過黃斑針其實有好多種嘅。黃醫生，咁黃斑針咧其實要打幾多啦？同埋隔幾耐打一次，咁樣係咪先至可以好返咧？呢個問題問得非常之好啊！其實咧，坊間好多傳言咧話黃斑針係打3針就可以醫翻好，咁呢個係完全錯誤，一個謬誤嚟嘅。點解咧？因為糖尿病黃斑水腫又好，或者其他黃斑病變咧，都係一啲長期病患，你都唔會期待一個病人，如果一個糖尿病病人可以打下胰島素，打幾個月之後，以後都唔使打噶嘛。咁所以其實係一個長期作戰嚟嘅。咁而家嗰啲大型研究顯示咧，黃斑水腫咧大概有一個病人最好咧就係每一個月打一針，打5個月。之後咧，再根據佢嘅情況、實際情況去睇下之後點樣打法嘅。咁個實際情況包括佢對於藥物嘅反應啦，同埋另外譬如血糖嘅控制都會引致到有唔同㗎。咁而打針嗰度咧，大部分病人咧係1至3個月到打一針啦。但係而家有啲新嘅藥，又或者有啲係改良版嘅高劑量藥物咧，打咗之後咧個效用會長少少。咁所以咧，好多病人可以4個月先打一針，甚至有一半病人可以去到5個月先打一針㗎。咁會減低咗佢哋嘅心理同埋身體嘅負擔咯。尤其是當打針打得多之後咧，個病人開始會唔想再去接受治療都會㗎。咁所以呢個就同個病人嘅對於個病嘅認知，我哋一定要解釋俾佢聽，呢隻病係一個長期病患。係醫生同埋病人一齊去共同作戰，去協助，然之後咧去大家一齊處理嘅問題。所以呢個病人去聽醫生嘅指示去覆診同埋治療係非常之緊要嘅。